催眠最好嘅辦法就係瞓覺之前聽歷史。我係陸小凡，今集我哋講蜀漢五虎將。如果要你幫蜀漢嘅五虎上將排名，邊個先係你心目中嘅第一呢？係義薄雲天、威震華夏嘅關羽，係猛衝猛打、粗中有細嘅張飛，係一身是膽、完美無缺嘅趙雲，定係西涼出身、勇冠三軍嘅馬超，抑或係老當益壯、一戰封神嘅黃忠呢？我估10個人裏面有8個第一反應都係睇翻啲戰績啊、武力值咁啊，將《三國演義》裏邊嘅名場面呢攞嚟爭個高低。畢竟喺大多數人嘅眼裏邊呢，五虎將就係三國武力值嘅天花板，係一班打打殺殺嘅傳奇武將，聽上去熱血沸騰。但係我今日必須同你講句真心話，說書人口中嘅英雄人設真係將呢5位蜀漢核心元老睇低咗。真實歷史上嘅五虎將根本唔係乜嘢天生神勇嘅偶像團體，佢哋嘅出身天差地別，性格截然不同，人生路徑更加係一個比一個曲折。有人從亡命天涯嘅逃犯變成坐鎮一方嘅統帥，有人從割據稱雄嘅諸侯淪落成為寄人籬下嘅邊緣人，有人呢企喺人生嘅巔峰時候突然衰落到谷底，有人沉默咗大半世，最後晚年一戰成名。更關鍵嘅係，佢哋呢5個人啱好對應咗我哋喺現實入邊5種最常見嘅職場打工仔：能力拔尖但傲氣逼人嘅業務王牌啦，脾氣火爆卻心思細膩嘅老屎忽，冇背景冇靠山但事事靠譜嘅實幹派，手握好牌野心爆棚嘅世家子弟。當然仲有起步晚起點低但係大器晚成嘅老實人。佢哋踩過嘅坑，我哋今日好大機率仲會中招。佢哋摸出嚟嘅生存之道，我哋一樣可以借鑒。講白啲，五虎將嘅一生就係一部濃縮咗嘅人生避坑指南。今日我哋就拋開《三國演義》嘅濾鏡，唔去排咩武力名次，唔去吹神話人設，唔搞嗰啲有名無實嘅英雄敘事，用大白話將呢5個人嘅一生講得明明白白，睇下佢哋身上藏住邊啲能夠直接用到今日嘅生存智慧。首先呢，我要講明一點吓，五虎上將呢個講法呢，其實唔係屬於蜀漢嘅官方嘅。劉備稱漢中王嘅時候，只係封咗前將軍關羽、右將軍張飛、左將軍馬超、後將軍黃忠4個名號嘅大將軍，而趙雲呢，當時只係一個翼軍將軍，級別呢係差咗一啲嘅。但係後來《三國志》將呢5個人合埋一卷嚟寫，再加上後世《三國演義》嘅加工，先有咗五虎上將嘅講法。但呢啲呢唔重要，重要嘅係呢5個人確實係蜀漢武將陣營裏邊最核心嘅5個人，亦都代表咗5種完全唔同嘅人生劇本。讀懂佢哋，你就讀懂咗職場裏邊嘅5種生存方法，亦都能夠明白性格決定命運呢句話有幾咁真實。我哋先嚟講關羽，好多人對佢嘅印象就2個字：忠義。如果再加多2個字呢，就係驕傲。覺得佢就係一個義薄雲天但係目中無人嘅武聖，一生人順風順水，最後大意失荊州。純粹呢就唔好彩咯。不過照我嚟睇，根本唔係咁嘅。關羽嘅人生係最典型嘅能力者生死局，佢嘅崛起靠嘅係能力加忠義，佢嘅覆滅亦都係佢性格缺陷導致嘅必然結果。
好多人唔知道啊，關羽嘅起點其實好低，佢唔係乜嘢將門之後，係河東解縣人，亦即係今日嘅山西運城。據講，早年因為犯咗事，背井離鄉，跑到咗涿郡。講白啲呢，就係個逃犯嚟嘅，啱好趕上咗劉備喺當地招兵買馬，佢就同張飛一齊投奔咗劉備。嗱，呢一年佢大概係20幾歲左右。從嗰陣時，關羽嘅能力就開始展現。史書記載佢係萬人之敵，唯勢虎神，係一個實打實嘅頂級猛將。但最難得嘅唔係佢抽得，係佢嘅忠義。阿劉備呢，一世人顛沛流離，好幾次俾人打到裙拉褲甩，老婆仔女都顧唔上。不過關羽從來都冇離開過佢。最有名嘅就係徐州之戰，劉備俾阿曹操打到走夾唔唞，關羽被困喺下邳，無奈之下投降咗曹操。而曹操呢，就係出咗名愛才之人，對關羽好到呢，3日一小宴，5日一大宴，仲要借阿皇帝個名義幫佢升職加人工，送車送樓送靚女，就係想將佢留低。換着係一般人啊，跟住曹操呢種大老闆，有前途待遇高，早就死心塌地。但係關羽冇咁做，佢明明白白咁同曹操講：我知道曹公對我好好，但係我受到劉將軍嘅厚恩，發誓要同生共死，我唔能夠背叛佢。等我幫你立下戰功，報咗你嘅恩，我就走。後來白馬坡之戰，袁紹大將顏良圍攻白馬，關羽作為先鋒，直接衝入萬軍當中，一刀剁咗顏良個頭翻嚟。袁紹嘅眾將冇人能夠擋得住。嗱，呢個呢唔係《三國演義》編嘅，係正史入面白紙黑字寫嘅。整個三國時期，萬軍之中取上將首級仲能全身而退嘅，就係得佢關羽做得到。立咗咁大嘅功勞，曹操知道關羽要走啦，反而寵賞佢，想挽留佢。結果關羽將所有嘅賞賜都封存起身，留低一封信，轉頭就去揾阿大哥劉備。曹操手下嘅人想追，曹操就攔住佢哋講話：算啦，各為其主，咪追啦。嗱，你睇呢啲先係關羽真正嘅底氣啊！佢唔係靠桃園三結義嘅情懷綁定劉備，係靠自己實打實嘅能力同忠義，贏得咗對手嘅尊重，亦都贏得咗劉備嘅絕對信任。放喺而家，呢啲就係嗰種能力頂尖、人品過硬嘅公司嘅核心員工，哪怕競爭對手挖牆腳開出天價，人哋亦都不為所動，一心一意跟住老闆做嘢。呢種人啊，去到邊度都會好搶手嘅。後來劉備入四川，將荊州交俾關羽鎮守。荊州係乜嘢地方？係蜀漢嘅東大門，係北伐曹操、東抗孫權嘅戰略要地，相當於集團最重要嘅分公司。將呢個位置交俾關羽，可見劉備對佢有幾咁信任啦。而關羽亦都確實冇辜負呢份信任，佢唔單止將荊州守到穩穩陣陣，仲喺公元219年發動咗襄樊之戰。當時漢水暴溢，曹軍受水患而失利，關羽活捉于禁，斬殺龐德，嚇到曹操呢，即刻想遷都避其鋒芒。呢一年係關羽人生嘅最巔峰，威震華夏呢4個字啊，史書上就係俾咗佢一個人。但係亦就係呢一年，佢從頂峰直接跌到落谷底。後來敗走麥城，兵敗被殺。好多人講關羽嘅失敗係大意失荊州，覺得佢就係太唔小心啦。
冇防備東吳。但係你認真諗下，真係大意造成嘅咩？佢嘅失敗係佢嘅性格入面嘅驕傲，一啲一啲咁樣積累出嚟嘅必然結果。關羽嘅傲氣唔係一般嘅驕傲，係從骨子裏邊透出嚟嗰種睇唔起人。佢呢對士兵係好好嘅，但係對啲士大夫、對班同僚、對盟友就係從心底裏邊睇唔起。馬超投奔劉備嘅時候，關羽知道咗，專門寫信俾諸葛亮問：馬超呢個人點嘅呢？可以同邊個相比啊？諸葛亮嘅醒目仔啦，知道佢唔服人嘅，所以就順住佢講話：馬超文武雙全，勇猛過人，係一代人傑，能夠同張飛並駕齊驅。但係要同李美嚴公相比呢，就差得遠啦。關羽睇咗書簡之後特別高興，仲傳俾手下睇，驚死人唔知道自己勁過馬超。劉備漢中稱王，封黃忠為後將軍，同關羽同列。關羽一聽就嬲到爆炸，佢講：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。講白啲呢，就係嫌黃忠年紀大、資歷淺，唔配同自己企喺同一個 level 上，連劉備嘅任命都想拒絕。後來都係費禕好聲好氣，俾足高帽佢戴，同佢講：你同主公好似親兄弟咁，何必計較官位高低呢？關羽先勉強接受。佢對自己嘅同事都咁樣，何況對東吳嗰邊嘅人呢？關羽真係唔客氣啊！孫權想同佢聯姻，叫自己個仔娶關羽個女，本來呢係兩家鞏固聯盟嘅好事，換作係其他人，就算你唔岌頭，亦應該客客氣氣咁回絕。關羽呢就巴閉啦，直接將孫權嘅使者鬧咗一餐。佢話：婦女焉能嫁犬子？喂，大佬，你將孫權比喻係狗喎，一啲面都唔俾。孫權係乜嘢人啊？佢係東吳嘅主公啊，同劉備呢平起平坐嘅，點樣受得呢種氣啊？更加攞命嘅係，佢連自己嘅下屬都包容唔到。鎮守江陵嘅糜芳，鎮守公安嘅傅士仁，負責後方嘅糧草供應。因為做嘢立落，關羽就放狠話，等我翻去就收拾你兩個。嗱，呢兩位呢本來就好驚關羽嘅，俾佢咁樣一鬧，乾脆就直接投降咗東吳，將荊州嘅大本營免費大贈送。嗱，你睇呢啲邊係大義啊？根本就係將身邊嘅人，將盟友一個一個咁推向自己嘅對立面。喺前邊打曹操打到順風順水，點知個後欄就俾人吉到爆光。同僚直接反水，連個報信幫手嘅人都冇。就算佢本事再大，魏國、吳國兩家聯手，再加二五仔出賣，佢點頂得住啊？講到底，關羽嘅悲劇就係能力太強嘅人最容易犯嘅錯，覺得自己好勁就可以唔將其他人放在眼內，覺得自己嘅業績夠好就可以無視規則，得罪同事，覺得公司冇咗自己唔得就可以任意揮霍其他人嘅包容。但係現實係咁嘅，呢個世界上呢，從來都冇話冇咗邊個唔得。你能力再強，如果全部人都唔幫你，你點算呢？你業績再好，都經唔起後欄起火。能力係你安身立命嘅本錢，但驕傲就係你人生路上隱形嘅陷阱。你爬得越高，踏得就越痛。放翻到我哋今日嚟講，關羽就係嗰種公司入邊嘅頂級員工，個人能力無敵嘅，業績全公司第一，老細咧亦都捧住佢。但係佢就係睇唔起同事啊，覺得所有人都喺度拖自己後腿，唔將合作嘅部門放喺眼裏邊，永遠都喺度擺架子，有時連老細都夠膽唔俾面，覺得公司冇咗自己唔得。嗱，短期嚟睇呢，
你可以打橫行嘅，冇人夠膽惹你。但係到咗真真正正你遇到棘手事嘅時候呢，就永遠冇人幫你手，甚至會有人落井下石。我覺得真正能夠行得遠嘅人，從來唔係只靠能力強，而係能力越強，越懂得放低姿態，越懂得留有餘地。關羽用一生嘅巔峰同墜落話俾我哋聽，能力決定咗你能夠行幾快，但格局同性格先決定你能夠行得幾遠。講完關羽，就梗係講下佢嘅契細佬阿張飛啦。喺好多人眼入邊呢，張飛就係嗰個豹頭虎眼、脾氣暴躁嘅黑旋風形象，有勇無謀，喐啲就鞭打士兵，純屬莽夫一個。但係我想講，真實歷史上嘅張飛唔單止唔係冇腦嘅莽夫，反而喺五虎將入面呢，佢係最懂得戰術、最識玩心理嘅一個人。佢嘅悲劇從來唔係因為蠢，而係因為冇管住自己嘅脾氣，將把刀對準咗自己身邊嘅人。張飛同關羽係最早跟住劉備揾食嘅，史書記載佢哋寢則同床，恩若兄弟。但係呢兩個人嘅性格啱啱好相反。關羽善待士兵，但就睇唔起班同事；張飛呢尊敬君子，不過對下屬呢就非常之嚴格。一個傲上而唔忍下，一個呢敬上而唔體恤下屬。最後兩個人嘅死，亦都係死喺自己嘅性格缺陷上邊。好多人覺得張飛打仗呢全靠一身蠻力，其實根本唔係。張飛打仗粗中有細，玩起計謀嚟呢一套又一套。最有名嘅就係長坂坡之戰，劉備又俾阿曹操追到抱頭鼠竄，佢叫張飛帶住20個騎兵斷後。20個人對住曹操嘅幾萬人，換着其他人呢早就走佬噶啦。但係張飛唔走，佢叫人拆咗棟橋，自己橫矛立馬企喺河邊，對住曹軍大嗌：我就係張翼德，邊個夠膽嚟同我決一死戰？曹操嗰邊19000幾人，就係冇人夠膽衝上前。為乜呢？就唔係話驚佢一個人，係驚佢後邊有埋伏。你諗下，正常嘅思維就係佢得嗰20個人，竟然咁牙刷咁囂張，後邊肯定有大部隊喺度等住。就係靠呢一招，張飛硬生生咁拖住咗曹軍嘅進程，等阿劉備爭取咗逃命嘅時間。你話呢啲係莽夫可以做出嚟嘅事？佢真係將心理戰玩到明明白白嘅。後來劉備攻打四川，張飛帶兵沿長江西進，打到江州，守將嚴顏死守唔肯投降。張飛攻破城池，活捉咗嚴顏，呵斥佢話：大軍到咗，你為乜唔投降，仲敢抵抗？嚴顏呢，亦都係出咗名硬頸嘅。佢話：你哋無啦啦侵佔我哋嘅州郡，我哋呢度只有斷頭嘅將軍，冇投降嘅將軍。張飛當時就嬲到爆炸嘅，下令將嚴顏拉出去斬頭。但係嚴顏面不改色話：斬咪斬啦，你發乜撚嘢火啫？結果張飛一睇，咦，呢位阿生好有骨氣喎，當場就親自幫嚴顏鬆綁，仲將佢代為上賓。呢個就係義釋嚴顏嘅典故。嗱，你睇張飛佢唔係淨係識打打殺殺嘅，佢呢都幾得意嘅啲脾氣。佢收復咗嚴顏之後，一路上所有到達嘅城池見到我哋嘅老員工老將都肯投降喎，於是所有人都紛紛開城歸順。張飛兵不血刃就一路打到咗成都，比諸葛亮同趙雲行得仲快。你話呢啲點樣算係莽夫啊？呢啲簡直係一個有智謀嘅高手。再到後來漢中之戰，張飛對陣曹魏名將張合。張合
亦都係個狠角色，跟住曹操南征北戰，打仗呢特別穩陣。張飛同佢對峙咗50幾日，唔敢同佢正面硬碰。後世傳說，當時張飛飲酒扮醉有敵，整出一副鬆懈嘅模樣。張合聽見佢飲醉酒之後呢，果然上當，帶住兵馬偷襲，結果俾張飛引到咗狹窄嘅山道入邊，前後夾擊，打到張合全軍覆沒，最後淨係帶住10幾個人翻山走佬，能夠將曹魏嘅5子良將打到落花流水。張飛呢種人能夠叫做有勇無謀咩？如果係，就真係太睇小佢啦。顯然張飛係一個心思細膩、打仗有勇有謀嘅人。不過最後唔係死喺戰場上，係死喺自己嘅2個下屬手上。劉備其實早就提醒過張飛，佢話你喐啲就鞭打士兵，打完人哋呢仲留喺身邊，咁樣叫做取禍之道啊，細佬。但係張飛聽唔入去啊，該打仲係打，該鬧仲係鬧，佢覺得都係自己手下嘅人，打2下鬧2句冇咩大不了嘅。就喺劉備準備幫關羽報仇討伐東吳嘅時候，張飛奉命帶兵去江州會合出發前，佢嘅部將張達、范強因為完成唔到任務，俾張飛狠狠咁打咗鑊金嘅。張飛仲話：等我聽朝瞓醒再揼你2個。佢哋2條友一諗，橫掂都俾佢打死嘅啦，乾脆先下手為強，趁住夜晚張飛瞓着咗，偷偷進入營帳，一刀將佢剁咗，仲帶住張飛嘅人頭投奔東吳。一代名將冇馬革裹屍戰死沙場，反而死喺自己人手入邊，講起身都幾唏噓嘅。張飛嘅問題就係好多性格剛直、脾氣火爆嘅人嘅通病，對外人、對敵人有勇有謀、心思慎密，但係對自己身邊嘅人、對下屬就控制唔到自己嘅脾氣，覺得都係自己人啦，打下鬧下冇事嘅。但係你要知道，能夠傷你最深嘅，往往都係離你最近嘅人。你將脾氣發喺下屬身上，睇上去好似立咗威風，實際埋低咗禍根。今日你鬧佢一次，佢忍咗；聽日你打佢一餐，佢記住。等到邊日你將佢逼上絕路，佢反手就能夠俾你致命一擊。放到而家嚟睇，張飛就好似嗰種能力好強、對事唔對人嘅上司，業務能力就冇得講嘅，交代嘅任務都可以做得好完美，對公司亦都忠心耿耿。不過就係脾氣臭，下屬稍為做錯啲啲就炒蝦拆蟹大鬧一餐，覺得自己恨鐵不成鋼啊，都係為咗對方好啊。你講佢衰咩？其實又唔係，好多時候佢鬧完就真係唔記得嘅。但係冇人願意日日喺高壓底下過日子噶，冇人願意忍受無啦啦嘅脾氣。你脾氣發多咗，人心就散噶啦。我覺得真正厲害嘅人對外可以硬，可以雷厲風行，但對內就一定要軟，要懂得俾身邊嘅人留有餘地，能夠管住自己嘅脾氣嗰種人，唔係叫懦弱，係對自己嘅一種保護，亦都係對身邊人嘅尊重。張飛用自己嘅結局俾所有人一個提醒：脾氣永遠唔好大過本事，你對外嘅鋒芒永遠唔好調翻轉頭對住自己人。再嚟講趙雲，趙雲應該係大眾好感度最高嘅一位五虎將。好多人眼裏邊嘅趙雲係常勝將軍，完美人設，生得靚仔，武功高強，人品又好，仲要渾身是膽，簡直係三國時代嘅第一偶像。但亦都有人講，
趙雲其實就係個保鏢，冇咩大本事，全部係《三國演義》吹噓出嚟嘅。其實呢兩種講法咧都有偏頗。真實嘅趙雲既唔係戰無不勝嘅戰神，亦都唔係只會守住公司同老闆嘅保鏢。佢係五虎將入邊出身最低、起點最差嘅一個，但亦都係唯一一個善始善終、一世人冇舐大嘢嘅人。佢嘅人生哲學其實最適合我哋普通人學習。趙雲係常山真定人，出身普通，冇關羽、張飛同劉備嘅早年交情，亦都冇馬超咁樣嘅家世背景。佢最早係跟住公孫瓚嘅，喺公孫瓚手下嘅時候呢，就識咗劉備。兩個人呢，唔知點解就好啱 key。趙雲覺得劉備先係自己真正想追隨嘅人。後來趙雲嘅哥哥過咗身，佢辭官回鄉，臨走嘅時候同劉備告別。劉備呢，最興噶啦，拉住人哋隻手唔捨得放。趙雲就話：我永遠唔會辜負你嘅恩德。佢哋兩個一道別呢，就相隔咗7年啦。7年之後，兩個人喺鄴城再次相逢。趙雲從此就跟住劉備揾食，再都冇跳槽。趙雲最出名嘅事蹟就係長坂坡救阿斗。《三國演義》入邊寫佢七進七出，殺到曹軍聞風喪膽。呢度呢，有啲誇張嘅，但喺正史入邊呢，佢確實喺亂軍當中抱住年幼嘅劉禪，保護住金夫人，一路殺出重圍，最後平安翻到咗劉備身邊。你諗下，當時劉備俾曹操追到拋妻棄子，連自己嘅2個女都俾曹操捉咗。喺呢種兵荒馬亂嘅時候，個個都忙住逃命，只有趙雲逆住人流翻轉頭去揾主公嘅老婆同個仔。呢份膽識，呢份忠心，唔係一般人可以有嘅。亦都正因為係呢件事，劉備一世都好信趙雲。後來劉備娶咗孫權嘅妹妹孫夫人，孫夫人帶住一班東吳嘅隨從呢，喺蜀漢呢邊驕橫跋扈。劉備就特意叫趙雲幫手管一下呢班咁嘅人啦，唔好家醜外揚。因為佢知道趙雲穩重靠譜，能夠鎮得住場面，而且呢把口又密。後來孫夫人想將劉禪帶翻東吳，亦都係趙雲同張飛一齊帶兵浙江，將阿斗搶咗翻嚟。有啲人就講趙雲咪就係個保鏢咯，做埋晒都係嗰啲近身侍衛嘅嘢，有咩大功勞啫？但係你要知道，老細夠膽將身家性命、老婆仔女都交俾你，你絕對唔係一個普通人。講明咗喺老細嘅心裏邊呢，你係嗰個佢最放心嘅人。而呢種信任呢，唔係話你好打就可以建立出嚟嘅。而且趙雲唔係話齋做保鏢嘅，佢都識打仗嘅。入四川嘅時候，佢帶兵平定咗好幾個郡縣。漢中之戰，佢帶住幾十名騎兵出去偵察，啱好撞正曹操嘅大軍。換咗第二個呢，早就走頭啦。但係趙雲不慌不忙，帶住人衝入去打一陣，邊打又邊退翻自己嘅營寨。佢嘅手下想嗱臨關翻道門死守，趙雲呢竟然叫佢哋話唔怕，大開營門，偃旗息鼓。曹軍又一次領嘢啦，次次都係咁嘅。佢哋一睇呢個陣勢，又以為有埋伏，唔敢向裏邊衝，開始向後退。趙雲趁機叫人下令擂鼓放箭。哇！班曹軍驚到呢，以為又中伏，嚇到自相踐踏，好多人無啦啦就咁跌咗落漢水，浸死咗。第二日，劉備過嚟視察戰場，睇完之後好感慨咁話：子龍一身是膽啊！
嗱，呢句話咧就喺呢度出嚟嘅。你睇，趙雲唔係唔夠抽，唔係唔夠人打，係佢唔搶功，唔冒進，該穩陣嘅時候穩陣，該拼搏嘅時候拼搏。更難得嘅係，趙雲唔單止識打仗，仲有大局觀，有政治眼光，呢一點比好多武將都要叻。劉備攻落成都之後，想將成都嘅屋同埋城外嘅田地賞賜俾手下嘅將領，大家都好開心啦，跟住老細終於富貴逼人，等到有出頭啦。但係呢個時候，得阿趙雲呢夠膽企出嚟反對話，而家天下仲未平定，唔係享受嘅時候，益州嘅老百姓啱啱經歷戰亂，應該將田地歸還俾佢哋，令佢哋安居樂業，咁樣先可以收復人心。劉備一聽覺得有道理，馬上就採納咗佢嘅建議。但係小凡我覺得呢，趙雲咁做應該得罪好多人。後來關羽被殺，荊州被搶，劉備嬲到爆炸，係都要御駕親征打東吳。滿朝文武都唔敢勸，諸葛亮聰明仔啊，都冇講乜嘢，只有趙雲昂直咁樣勸諫話：國策係曹操，唔係孫權，我哋應該先滅曹魏，東吳自然就會歸順。而家同東吳開戰，一旦打起身就好難收科。可惜劉備當時唔知食錯乜藥，沖昏頭腦，乜都聽唔到入耳，係都要執意討伐東吳。最後果然喺夷陵大敗。但趙雲嘅呢番話足以證明佢唔係一個淨係識打仗嘅武將，佢真係好有長遠嘅眼光，佢分得清輕重緩急。而且佢講呢啲話，並唔係為咗討好邊個，為咗阿諛奉承老細，佢係為咗蜀漢嘅大局着想。你睇趙雲呢一世冇關羽咁樣威震華夏嘅高光時刻，冇張飛咁樣大破張合嘅頭等戰功，亦都冇馬超咁樣顯赫嘅出身。佢就好似公司入邊嗰個唔聲唔聲嘅老員工，冇乜嘢驚天動地嘅業績，但老細交俾佢嘅每一件事，佢都能夠辦到妥妥貼貼。遇到大事嘅時候，佢永遠能夠第一時間企出嚟頂上去。佢唔爭功，唔貪財，唔結黨，唔張揚。其他人喺度搶功勞、爭官位嘅時候，佢竟然可以默默咁樣做好自己嘅事。其他人想分屋分地嘅時候，佢首先考慮嘅係老百姓。當老闆頭腦發熱嘅時候，佢夠膽企出嚟講真話。咁樣嘅人可能永遠唔會成為最耀眼嗰個，但佢亦都永遠唔會被淘汰，永遠有自己嘅位置。劉備在世嘅時候信任佢，劉禪繼位之後亦都非常敬重佢。趙雲最後善終離世，仲被追封為順平侯。順平呢兩個字就係對佢一生最好嘅評價。我哋大多數人其實都係趙雲嚟嘅，冇關羽嗰種絕世天賦，冇馬超嘅家世背景，亦都冇張飛嗰種豪爽性情。作為普通人，冇咩一鳴驚人嘅本事，亦都冇咩一步登天嘅機會。但普通人喺職場入邊最核心嘅競爭力，從來都唔係偶然嘅高光時刻，而係每次都唔會甩碌嘅嗰種靠譜。老細交代嘅任務，你件件有回音，事事有着落。當團隊遇到困難，你唔推搪唔逃避，能夠擔事。遇到利益分配嘅時候，你唔貪唔搶，守住底線。靠譜呢兩個字聽起身好簡單嘅啫，但係要做到呢，太難啦。不過一旦你做到咗，你永遠喺公司有自己嘅一席之地。小凡我認為，比起短暫嘅風光，長久嘅穩定同踏實，先係普通人最好嘅底氣。趙雲嘅一生話俾我哋聽，冇天賦異稟唔緊要嘅，
冇背景冇靠山，亦都冇所謂嘅。守住本心，穩打穩紮，做一個靠譜嘅人，你已經贏過咗好多人。講到馬超，佢就係五虎將入邊爭議最大嘅一個。好多人對佢嘅印象就係西涼猛將，生得靚仔有型，武功高，打到曹操割鬚棄袍，幾咁巴閉。亦都有人講呢條友仔害死老豆，為咗造反連親人都唔理，最後全家被殺，實屬抵死。其實馬超嘅人生最值得嗰啲一出世就手握好牌嘅人警醒。佢本來就係五虎將入邊起點最高嘅一方諸侯，家世顯赫，手裏邊有兵有地盤。結果馬先生將佢一手靚牌打到爛晒，最後寄人籬下，鬱鬱而終。佢嘅悲劇全部係因為野心撐唔起能力，認唔清形勢造成嘅。馬超乜嘢出身啊？佢係西涼馬騰個仔，祖上係東漢嘅開國名將馬援，真真正正嘅將門之後。馬騰係西涼最大嘅軍閥之一，手裏邊握住精銳嘅西涼騎兵，割據一方，連朝廷有時都管唔到佢。馬超年紀輕輕就跟住老豆打仗，勇猛過人，喺西涼威望好高，人稱錦馬超。後來馬騰年紀大咗，唔想再打打殺殺啦，就帶住全家200幾口人呢入朝做官。其實就係去曹操嗰度做人質，將軍隊交俾馬超嚟統領，相當於老豆將身家性命都押咗俾朝廷，換你一個安穩發展嘅機會。只要你馬超老老實實嘅話呢，全家都可以享清福嘅。咁講啦，阿馬生，你手裏邊有兵有權，割據一方，喺亂世當中可以話係舒服到暈嘅。但係馬超唔滿足，佢覺得自己手裏邊有西涼騎兵，有韓遂咁樣嘅盟友，完全可以同曹操咬手瓜，自己做大佬。於是佢唔理老豆同埋全家200幾口人嘅性命，聯合韓遂仲有其他西涼軍閥，一共10幾萬人馬起兵反曹。當時韓遂嘅仔亦都喺朝廷裏邊做人質，馬超竟然走去同韓遂講：我呢，而家就唔理我老豆噶啦，你都唔好理你個仔啦。萬一有咩冬瓜豆腐呢，你就認我做仔啦。哇頂！你聽聽呢啲係人講出嚟嘅嘢咩？為咗造反，連親生阿爸都唔顧，仲要走去認人做老豆。一開始馬超確實打咗幾場勝仗，曹操同佢對陣嘅時候，亦都差啲俾佢捉住。但係曹生乜嘢人啊？玩陰謀玩詭計，佢先係頂呱呱。曹操根本唔同馬超硬拼，用咗一招離間計，挑撥馬超同韓遂之間嘅關係，令到兩個人互相猜忌，軍心大亂。曹操趁機出兵，將馬超打到趴低。呢一仗，馬超唔單止丟咗西涼嘅地盤，仲將全家嘅性命都搭咗入去。曹操班師回朝之後，直接將馬騰剁咗。馬超後來竟然仲上奏皇帝話：馬氏宗親200餘口為曹操所誅。喂，大佬，你一手造成嘅喎，可以咁講，馬超嘅全家都係死喺佢自己手入邊嘅。後來馬超逃到咗漢中，投奔張魯。張魯一開始都幾器重佢嘅，仲想將個女嫁俾佢。但係張魯手下嘅人就唔服氣啦，話馬超呢個人連親生老豆都善嘅，佢可唔可以真心對你啊？張生。張魯一聽覺得有道理喎，於是開始提防馬超，仲想揾機會鏟除佢。馬超一睇張魯，喂，
咁搞法唔掂喎，呢度又唔留得，於是轉頭走咗去投奔劉備。劉備聽講馬超想加入自己，特別高興啊！佢話有咗馬超，我攞低益州完全冇問題啦。點解呢？因為馬超喺西涼威名遠揚，成都裏邊嘅人聽見馬超嚟，嚇到一比了。劉璋直接開城投降。按道理講下，投奔劉備之後，馬超都算係揾到咗新老細，認認真真做嘢呢，應該都可以有一番作為。但係馬超嘅位置一直好尷尬，佢以前係一方諸侯，同劉備平起平坐，甚至仲要高少少，而家突然變成咗對家嘅下屬，心理落差好大。而且佢名聲唔好，連親生阿爸都先。你估劉備傻嘅咩？邊敢重用佢啊？後來封咗好高嘅職位俾馬超，但係唔俾實權佢。馬超自己亦都知道呢一點，所以喺蜀漢入邊嘅日子過得特別小心謹慎。當時有個叫彭樣嘅人同馬超發牢騷，話：唉，劉備啲咁嘅人邊得噶？佢仲話：你在外，我在內，天下不難定也。意思就係咧，我哋兩個一於夾份聯手造反啦。一代猛將馬超聽完竟然嚇到腳都震，轉頭就將彭樣告發咗，驚死連累自己。你諗下，當年嗰個叱咤風雲我任意闖，萬眾仰望嘅馬超，夠膽同曹操對着幹嘅西涼猛將，最後居然搞成咁嘅樣，幾咁廢柴啊！馬超喺公元222年病逝，臨死前向劉備上書講：我全家都俾曹操殺晒，就得翻一個堂細佬馬岱，希望殿下能夠多多照顧佢啦。其他我都冇咩好講噶啦。字裏行間全部都係淒涼同無奈。佢一手好牌打到爛晒，出身名門，手握重兵，本來可以割據一方，安安穩穩咁做諸侯，結果係都要賭鋪大嘅，最後家破人亡，寄人籬下，鬱鬱而終。馬超因何時落到這收場呢？核心就係兩個字：高估。佢高估咗自己嘅實力，亦都高估咗人性。佢以為自己喺西涼一呼百應，就能夠同曹操分庭抗禮，完全冇考慮到自己嘅家人喺曹操手裏邊，亦都冇考慮到盟友韓遂靠唔靠得住。佢將野心當成咗實力，將衝動當成咗勇氣，最後輸到一敗塗地。佢仲錯將平台當做自己嘅本事，以為佢係西涼少主，手裏邊呢有父親留低嘅兵馬同地盤，所有人都要敬佢三分。但係等到佢失去咗呢啲，投奔劉備之後，先至發現劉備睇重嘅只係佢馬超呢個名嘅利用價值，唔係呢個人本身。冇咗西涼嘅地盤同兵馬，佢乜都唔係。現實裏邊其實都好多呢種人嘅，出身好啦，起點高，年紀輕輕就坐上咗唔錯嘅位置，手裏邊有資源有團隊，然後呢就輕飄飄啦，覺得自己無所不能，覺得公司配唔上自己，覺得辭職創業自己一樣可以風生水起。結果離開咗平台先發現，以前其他人俾面你，唔係你叻，係你背後嘅平台夠大。以前你做事順風順水，唔係你能力強，係平台幫你鋪好咗路。離開咗平台，你可能乜都唔係。小凡我覺得人貴在有自知之明，起點再高，亦都要認清自己嘅邊界。資源再多，亦都唔好攞身家性命去賭配唔上嘅野心。野心呢家嘢有係好事，但前提係你嘅能力要配得上佢。
能力撐唔起野心，最後只會害人害己。馬超嘅一生就係最慘痛嘅反面教材。最後我哋嚟講黃忠，好多人對佢嘅標籤呢就係老當益壯嘅老吓。佢百步穿楊，一把年紀仲能夠上陣殺敵，都幾唔容易嘅。但係好少有人研究過黃忠嘅前半生究竟做咗啲乜呢？為乜佢大半生默默無聞，到咗晚年突然之間就一戰封神呢？黃忠嘅人生就係一部最真實嘅大器晚成翻盤指南，話俾我哋聽，起步再遲，起步再低，從來都唔係放棄嘅理由。黃忠係南陽人，早年跟住荊州牧劉表，佢被派去守長沙，守咗10幾年。劉表呢個人呢就冇咩大志向嘅，淨係想守住自己嘅1畝3分地。荊州嗰邊亦都冇乜大仗要打，所以黃忠就一直踎喺長沙，官職唔高，亦都冇咩表現嘅機會。光陰似箭，一轉眼黃忠就變成咗老人家。後來曹操南下打落咗荊州，黃忠仲係留守長沙，官職呢就升咗半級咁大把。不過始終都係屬於邊緣人物，曹操根本冇留意到呢個老將軍。再到後來赤壁之戰，曹操大敗，劉備趁機攞低咗荊州南部嘅4個郡，黃忠就跟住長沙太守韓元一齊投降咗劉備。呢一年黃忠大概已經60歲。嗱，喺古代嚟講咧，60歲絕對係高齡噶啦。好多人呢個年紀已經喺屋企湊孫養老，換咗其他人一把年紀跳槽新公司換新老闆，唉，求求其其混幾年安穩日子退休算罷啦。但係黃忠冇咁做，佢揸住咗呢次機會，硬生生咁幫自己打出咗流芳百世嘅名堂。黃忠跟住劉備入四川嘅時候，每次都衝喺前邊身先士卒。史書記載佢常先登陷陣，勇毅冠三軍。你諗下，一個60歲嘅老將，每次攻城都第一個衝上去，真係唔要命嘅，幾多後生都比唔上佢。亦都正因為係呢份勇猛，劉備慢慢注意到呢位老將軍，越嚟越器重佢。而真正令到黃忠一戰成名，躋身五虎將行列嘅就係定軍山之戰。當時劉備同曹操爭奪漢中，夏侯淵係曹魏嘅西路統帥，帶住精兵駐守定軍山，係一塊好難啃嘅硬骨頭。劉備打咗好耐都打唔到落嚟，後來用法正嘅計策，先係猛攻張合，令到夏侯淵分兵去救，然後又派人燒咗曹軍嘅防禦工事。於是夏侯淵親自帶住幾百人出嚟修補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法正話可以出擊啦，老先生。劉備就派黃忠帶兵衝鋒，黃忠帶住士兵居高臨下，鼓聲震天，直衝夏侯淵嘅部隊。夏侯淵失驚無神，俾黃忠當場斬殺。夏侯淵係乜嘢人？佢係曹操嘅宗親大將，征西將軍，成個曹魏西線嘅最高指揮官，斬殺敵方主帥，呢個係屬於天大嘅功勞。定軍山呢一戰，直接扭轉咗漢中之戰嘅局勢。劉備最後成功打落漢中，而黃忠亦都憑借呢一戰，直接從一個普通嘅將軍被劉備提拔為後將軍，同關羽、張飛、馬超平起平坐。亦都正係因為呢個原因，關羽先至唔服氣，話咩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。但係佢忘記咗，黃忠嘅地位唔係靠資歷捱出嚟嘅，係靠實打實嘅戰功，用命搏出嚟嘅。可惜嘅係，
黃忠嘅高光時刻太短暫。定軍山之戰第2年，佢就去世。前後計落嚟，佢人生最耀眼嘅時光就係嗰幾年。但係就係因為嗰幾年啊，足夠令到佢名留青史，躋身五虎上將嘅行列。好多人話黃忠運氣好啦，趕上咗好機會，啱好遇正夏侯淵呢條友執咗隻大死雞。但係你諗下，機會就擺喺度，為乜係黃忠能夠捉住呢？唔係其他人呢？如果佢前半生喺度混日子，年紀大咗就退休躺平，打仗嘅時候斯斯縮縮，劉備根本唔會留意到佢，更加唔會將衝鋒陷陣嘅機會交俾佢。如果佢冇過硬嘅本事，就算機會嚟咗，就算佢衝上去，都啄唔到夏侯淵個頭，反而可能將自己送咗俾曹操賣大包。黃忠嘅大器晚成，從來唔係突然行大運，係佢前半生默默積累、厚積薄發嘅結果。跟住劉表嘅時候，平台唔得，冇機會表現，佢冇抱怨，亦都冇躺平，日日練兵習武，保持戰鬥力。跟住曹操嘅時候，唔受重視，佢都冇氣餒，繼續做好自己嘅本分。佢就好似一粒埋喺土裏邊嘅種子，喺未遇到陽光雨露嘅時候，默默扎根，儲蓄力量。等到春風一嚟，機會一到，佢就即刻破土而出，衝上雲霄。我哋而家好多人30零歲就覺得自己好老，覺得呢世就係咁上下啦。其他人20幾歲，年薪100萬，事業有成，睇翻自己焦慮到不得了，覺得自己起步慢，趕唔切，乾脆就放棄。但係你睇，黃忠60歲先迎嚟人生嘅高光時刻，同佢比，我哋30、40歲其實都幾年輕噶。我覺得人生唔係100米衝刺，係一場馬拉松。起步早嘅人唔一定能夠跑到最後嘅，而起步遲嘅人呢，亦都唔一定冇機會。關鍵係你唔好停低腳步，唔好因為暫時冇機會就放棄自己。機會未嚟嘅時候，咪默默打磨自己，練好本事咯。等到機會嚟咗，就要揸住，拼盡全力。呢個世界上從來都冇乜嘢無緣無故嘅大器晚成。所有嘅厚積薄發背後，其實都係日復一日嘅準備。你只有準備好咗，機會嚟嘅時候，你先可以接得住。黃忠嘅一生話俾我哋聽，人生冇話開始得太遲，只有放棄得太早。只要你有真本事，永遠都有翻身嘅機會。好啦，今集嘅蜀漢五虎將就講到呢度。唔知邊一位五虎將令你最有共鳴呢？歡迎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睇法，更加需要麻煩你點下讚，最好點埋個訂閱啦。我哋下期繼續一齊翻看三國。